嗨，你好，大家好啊。咁我而家身處呢個位置係巴拉圭嘅一個博物館，但係佢呢個博物館係其中一個傳教俾當地嗰啲原住民傳教佢一啲天主教嘅教義同埋一啲知識，同埋以我知道一啲資料呢，原來呢笪地方係南美洲嘅第一個觀星嘅地點啊！Caracol. 35, la réplica del templo. Y el pórtico está 25, la réplica del... 好，咁我而家就喺嗰個當地鎮仔嘅一個
沙灘係冇乜人，細細地。都開始天氣熱啦，多謝你哋各位收睇，歡迎你點個讚，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